嗨，大家好，我是坦平树。今天是2025年9月4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又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第1289天，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的第395天。前线共发生172起战斗，其中46次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俄军大部队正在多布罗皮利亚方向重新集结，在俄部队从苏梅和赫尔松方向重新部署后，进攻可能很快就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俄军第115和第40海军陆战旅已抵达顿涅茨克区，第177团可能也已抵达。他们最有可能的进攻方向是多布罗皮德鲁日基夫卡方向。同时俄空降部队很可能是第11空降旅和第76空降师的部分部队也被发现在上述地区，其袭击的具体方向尚不确定。俄第70摩托化步兵师目前正从赫尔松方向调往巴赫穆特方向，其任务可能是加强对科斯加坦尼夫卡方向或西维尔斯克方向的压力，在对俄乌冲突占领军进行沉重打击，让其遭遇惨重损失的同时，乌军英勇发起反击，在战斗最激烈的顿涅茨克州波克罗夫斯克方向夺回了新埃克诺米奇内镇和乌达奇内村等阵地，把盘踞在这里的俄军清除出去，升起了乌克兰国旗。俄军的夏季攻势已经宣布破产。乌军总参谋部在报告中表示岩石团突击队解放了顿涅茨克州新埃科诺米奇内市市级镇花了2周时间，逐步清除了每条街道。8月31日，我们的国旗在该市镇中心升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在8月16日就通报了俄罗斯军队向新埃科诺米奇内方向发动的积极进攻行动，也就是经过半个月的战斗终于把俄军从这儿赶走了。这个俄军对卡捷林尼夫卡发动突击，结果是俄军突击队被乌军击溃。乌克兰国民警卫队第12旅亚速部队的无人机操作员正通过无人机清除在村庄里的俄军，俄军所有装备均被摧毁，俄空降部队已被歼灭，也就是对这个卡捷林尼夫卡的这个突击俄军是惨败而归乌军的425叫斯卡拉突击团收复了新经济镇，该村位于波克罗夫斯克东翼扼守 T0504公路主干线，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与此同时，425团又收复波克罗夫斯克西南翼极为重要的叫乌达赫涅定居点。惊奇的是，乌达赫涅和新经济镇位于波克罗夫斯克西面和东面2个相反的方向，两地相距27公里之远。也就是说，这2个地方都是425团参与收复的，也就是这个425团的这个机动能力非常强。那么乌军的北线225突击团在苏梅战区也是奋勇扫荡俄军，让俄军的苏梅攻势彻底破产。这个乌军的225突击团和425叫斯卡拉突击团不是普通的部队他们是直接听命于乌军总司令希尔斯基的，装备精良，士气高涨，战术精炼。225突击团是5000人，虽然是个团的编制，但是比乌军普通的旅兵力还要多，而425突击团则有5300人，这是乌军主力中的主力。乌军第68列兵旅在波克罗夫斯克用格拉德多管火箭炮对进攻的俄军装甲纵队进行精准打击。这个乌军的手法确实老道用这个多管火箭炮直接把俄军的坦克打到了殉爆炮塔不知道飞哪儿去了。9月3日凌晨，乌军安全局特战部队袭击了罗斯托夫州库杰尼科沃站，就是火车站火车站的聚电器被摧毁，接触网电压中断，也就是这个铁路的这个电网被干断了。什么人能修好也不知道罗斯托夫的火车站那对这个俄军的后勤造成了很大的压力这是目前战场的一个态势这个泽连斯基说俄罗斯越来越频繁的在光天化日之下用数十架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昨晚有150架无人机，今天早上又有50多架，晚上又有几十架，其中大多数是沙赫德无人机。事实上，俄无人机群出现在我们的天空，恰恰印证了俄的声明，公然无视世界各国为阻止这场战争所做的一切努力。昨天俄国人完全否认了特朗普总统关于结束战争所必须的领导人会晤的说法，仿佛战争的责任不在他们身上，仿佛有人
强迫俄军去战斗、去杀戮，把孩子们赶进避难所，派成千上万的人冲击我们的阵地。俄继续发动袭击，当然我们将予以回击，包括不对称打击，以便让俄真正感受到其行为的后果。我们将继续与合作伙伴合作，向俄施压，我们一定会做到。泽连斯基已经放话了，要对俄罗斯的纵深进行猛烈的打击，这个打击的力量和工具都已经准备好了。乌军的这个火烈鸟远程的巡航导弹以及海王星这个 Plus 版已经在克里米亚牛刀小试，那个战果是非常惊人威力比无人机要大得多。所以说接下来很有可能就在俄罗斯要进行一次打击我们再看看外交以及国际援助根据丹麦广播公司报道，乌克兰的火烈鸟巡航导弹开发商叫火点军火公司正筹备在丹麦建立固体火箭燃料生产基地。根据一份机密邮件，生产设施预计于12月1日正式投产，选址紧邻丹麦F-35战机驻地，叫斯克吕斯楚普空军基地。这个丹麦援助这个乌克兰也是花样翻新最早是丹麦提出这个最开始各国援助乌克兰都是把武器送过去，怎么送过去呢？要么把自己对吧库房里面的武器送过去，要么再到处买武器采购武器给乌克兰送过去。后来丹麦干脆给乌克兰的军工厂下订单，给钱让他们生产，完了之后拿到武器再捐赠给乌克兰国防部，这样不仅提高了乌克兰的这个军火的生产能力，而且也降低了成本，提高了效率。这就是丹麦搞的，叫丹麦模式。后来其他国家的纷纷效仿。1亿美金你在市场上去采购武器买不了多少，但是你把这1亿美金给乌克兰，对吧？他们的军火公司他们的军工厂，那他们可以生产出2亿美金的武器。这回这个丹麦又要这个第一个吃螃蟹，就是在丹麦境内生产乌克兰的火烈鸟巡航导弹部件。如果其他国家都效仿的话，那言下之意就是乌克兰可以在欧盟这些国家、北约这些国家到处生产设厂去生产武器，俄罗斯也不敢去炸，对吧？人家那是稳定的，源源不断的生产，稳定的输。但是反过来看，俄罗斯境内呢，现在已经不安全了，因为乌克兰有火烈鸟巡航导弹，可以打3000公里，就是俄罗斯的所有的军工厂，至少欧洲部分的吧，那都在这个乌克兰打击范围之内。也就是说，他们没有办法安静的生产，这个产能会大大的受影响，生产效率也会受影响。所以说此消彼长俄乌双方的实力就要发生扭转。当地时间9月3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到访丹麦，与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举行会谈，并出席北欧波罗的海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讨论如何在前线和谈判中进一步支持乌克兰。3日下午，丹麦政府将和乌克兰总统举行新闻发布会。丹麦政府将在该国运营一家乌克兰国防公司。丹麦国防部正全力推动乌克兰武器制造进入丹麦。也就是在丹麦的哥本哈根这个北欧国家援乌大会上泽连斯基再一次表态，实际上也是向特朗普喊话泽连斯基说他在回答乌克兰是否准备好交换领土，就是土地换和平。泽连斯基说我们不会给普京这样的礼物。对某些人来说这只是一块领土，但对其他人来说这是他们的生命，他们的宪法。乌克兰人将重返这片土。泽连斯基还表示，这是乌克兰防线的重要组成部分。4年来，普京甚至没能占领顿巴斯的30%，如果他继续下去，将需要数年时间，他不得不在那里消耗数百万士兵。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会给他这样的礼物。泽连斯基还表示他计划在未来几天与特朗普直接对话，以澄清他给普京的最后期限。也就是泽连斯基要问特朗普，对吧？你这个最后期限到底到什么时候？普京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拖延。在谈到这个扎波罗热核电站，因为普京说可以跟美国一起合作开发这个扎波罗热核电站。乌克兰外交部9月2日发表声明，严正表示基辅绝不会承认俄罗斯对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占领行为，并强调只有俄军全面撤离才能确保这座核电站的安全。普京在大国他与斯洛伐克总理菲佐会晤，在这个会晤里面普京说愿意与美方就核电厂问题合作。这是乌克兰人正式
对俄罗斯这一提法的回应就是没门。英国国防大臣希利抵达基辅，他将与乌克兰领导层讨论下一届拉姆施泰因会议的准备工作和联合防御项目。北约秘书长发出警告说来自俄罗斯的威胁日益增加。吕特说俄最新的导弹技术使得导弹能够在5至10分钟内从波罗的海国家等前线飞抵西欧。他说所以我们都直接受到俄罗斯的威胁。现在我们都在东侧，无论你住在伦敦还是塔林，已经没有任何区别。吕特还表示，俄罗斯正在大规模集结，这些军队已经在乌克兰部署，并可能在其他地方部署。应法国总统马克龙的邀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英国首相斯塔默、德国总理莫尔茨、欧委会主席冯德莱以及北约秘书长吕特将在巴黎紧急讨论向乌克兰派驻志愿者联盟维和部队事宜。欧洲多国领导人也将通过视频参加会议。这个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已经对英国的《金融时报》表示，由法国和英国主导的支持乌克兰志愿联盟前几天已经举行了国防部长联席会议，讨论了有关组建一支多国部队的必要事项，并制定了相当具体的行动方案。冯德莱恩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向欧方保证，美国将充当这支维和部队的后盾。这支部队将由欧洲主导，人数可达数万人。美国将在指挥控制系统、情报提供、空中监控等方面提供支援协助。英国的《每日邮报》等多家外媒近日甚至披露说，法国政府内部文件显示，法国全国的医院已经接到命令，做好在明年接收大量伤员的准备，至少要保证能在10至180天内接收1万至5万名的伤员。政府还提议在靠近港口和机场的位置设立医疗中转中心，以快速转运伤员。因为法国政府预测明年可能会爆发欧洲战争，甚至是第3次世界大战，届时会有大量的法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伤员涌入法国接受治疗。9月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如果对于乌克兰问题解决没有进展，美国可能会采取不同的立场。特朗普回忆他说8月15号在阿拉斯加与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进行了非常好的会晤。他说我们拭目以待，如果没有进展，我们将采取不同的立场。但特朗普并未具体说明他打算做出何种改变。特朗普威胁说如果俄罗斯和乌克兰两国总统无法举行会晤，将承担后果。当然了，特朗普类似的威胁也不是一次了，最后什么也没发生。美国的国防部长豪克塞斯表示说特朗普已指示五角大楼筹备遏制俄罗斯与大国的行动计划。这个豪克塞斯还说拜登政府软弱使莫斯科与印度也是大国靠拢，并强调特朗普的命令旨在重建军力、恢复威慑，并非因为我们寻求战争，而是要向俄罗斯大国以及其他国家明确传递信号。总之对特朗普来说，这一切都是拜登的错俄罗斯总统普京他在结束大国之行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他说至于与泽连斯基先生的举行会晤的可能性，我已多次表态，总的来说我从未排除过这种会晤的可能性。他说顺便一说，8月15号那天就是特朗普曾问我有可能与泽连斯基举行这样的会晤吗？我回答说是的，这是可能的。总之，若泽连斯基愿意，那就来莫斯科会晤就会成型。大家看视频Что нужно сделать тогда действующим властям, если они хотят быть легитимными и принимать полноценное участие в процессах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я? Они должны провести выборы. То есть не выборы, извините, они должны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провести референдум. В соответствии с Конституцией Украины вопросы по территориям любые решаются только на референдуме. Насколько я помню. Но референдум нельзя проводить в условиях военного положения. Это тоже 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ное положение самой Конституции. Значит,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провести референдум, надо отменить военное положение. Но как только это будет сделано, надо идти на выборы. И этот процесс будет длиться бесконечно. Результат выборов непонятен. Потом после этого получить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ее заключение 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ного суда. Так в основном законе прописано. А как получить заключение 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ного суда? Если после того, как власти потребовали от этого 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ного суда Украины подтвердить
пролонгацию полномочий президента, а тот фактически отказал это сделать. Знаете, что сделали на Украине? Смешно, но факт. Охрана перестала пускать председателя 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ного суда на его рабочее место. Все. Вот кино закончилось на этом. Но не совсем, потому что он, насколько мне известно, не знаю сейчас, где он находится, но одно время он выехал за границу. Но за последние годы истекли полномочия некоторых членов 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ного суда. У него нет кворума для принятия решений. Поэтому это путь в никуда. Если просто с действующим главой администрации, так скажем, аккуратно проводить встречи. Можно, я никогда не отказывался от этого, если эта встреча хорошо подготовлена и будет вести к каким-то позитивным возможным результатам. Кстати говоря, Дональд попросил меня, если возможно, провести такую встречу. Я сказал, да, это возможно. Ну, в конце концов, если Зеленский готов, пусть приезжает в Москву, такая встреча состоится. 这个普京这个说法就是个强盗逻辑啊，就是告诉泽连斯基，你想谈，你想见面，随时你到莫斯科来。那泽连斯基也不是你的下属，跑莫斯科给你汇报去什么？实际上就是啊，让泽连斯基来纳降。哎，普京这么一说啊，就变成什么呢？普京和泽连斯基没能会晤，那问题都在泽连斯基在乌克兰，黑锅得由泽连斯基来背，对吧？你要见，那你到莫斯科来，你不来，那就是你的问题。这个普京还说啊，为了确保乌克兰当局就该国领土问题做出决定具有合法性啊，乌克兰必须举行全民公投，而为此乌克兰当局必须解除戒严令。这个显然也是强盗逻辑啊，就对一个国家的主权和领土要重新表决。那你俄罗斯为什么不全民表决一下俄罗斯的领土，一个州一个州的表决吧，让车臣也表决一下，这就是强盗逻辑啊。俄罗斯人啊，这个所谓的全民公投，靠这一招啊，把他的领土从170万平方公里，现在已经整到了2000多万平方公里，但都是靠这一招，这叫路径依赖。二战一结束啊，蒙古就是这么出去的，普京还要把这一招啊，再次用在乌克兰身上。这个俄罗斯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那就更加露骨啊。拉夫罗夫表示啊，要实现乌克兰问题持久妥善解决，必须在国际层面正式承认克里米亚、塞瓦斯托波尔市以及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州已加入俄罗斯联邦这一事实。这就是流氓嘴脸啊！也就是说，你泽连斯基想要见普京要谈判，你先承认这5个地方都是俄罗斯的新领土，否则跟普京见面有什么意义呢？这就是普京的原话啊，对吧？你要见面就来投降啊！所以呀，还是德国人啊看得明白。德国总理默尔茨表示，为了解决乌克兰冲突，需要从经济上消耗俄罗斯，也就是咱们说的把俄罗斯拖垮，经济上消耗俄罗斯。默茨啊是看清了形势，经济上消耗俄罗斯不是说把它打败，你把它打败没有用。这个历史上俄罗斯败过也不是1次2次，但是由于他没有受到惩罚，他的失败没有伤筋动骨，所以最后他又恢复了，他又形成新的伤害，再次危害世界。就是历史上俄罗斯失败很多啊，所以说啊，要经济上消耗俄罗斯什么意思？让俄罗斯灯枯油尽，打败了他很快就能站起来，假以时日啊，因为他毕竟有很多资源，石油、天然气、木材、矿产，搞点出来卖一卖，元气就恢复了，再一次侵略。这一回啊，就要从经济上把它拖垮，让他100年都没办法复原。这个莫尔茨指责普京不愿意结束武装冲突，并补充说没有任何理由相信俄罗斯总统。这个莫茨啊更是直言了当啊，说普京是个战犯，他或许是我们这个时代所见的最大的战犯，我们必须明确如何处理战犯，宽大处理在这里是不合适的。无论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表态，还是现在德国总理默尔茨的表态，以及欧盟主席冯德莱恩、法国总统马克龙的表态，就是欧洲啊是越来越强硬。那个卡拉斯啊昨天说啊，他不仅不可能土地黄和平，反而还要让俄罗斯还要战争赔偿。我们再看看这个《生意人报》报道啊，说据《生意人报》援引2家俄罗斯银行和4位遇到问题的进口商消息报道，受到欧盟制裁的大国黑河农村商业银行已停止接受来自俄罗斯的付款。一位俄罗斯进口商表示啊，在欧盟实施限制措施后的1个月内，通过黑河银行的支付仍然正常进行，但上周该行已停止收款。理由是什么呢？理由说啊，就银行方面给的解释啊，由于内部基础设施的调整，自大型银行
停止与俄罗斯进行支付业务后，部分俄罗斯中小企业转向使用类似黑河银行这样的地方银行。大国此类银行有数百家。7月18号啊，欧盟对俄罗斯实施第18轮制裁，名单中啊就有这个黑河农村商业银行。也就是说啊，大国以后的小银行也不敢跟俄罗斯合作了，也害怕制裁啊，他一定会找个借口停止合作。斯洛伐克总理菲佐向泽连斯基喊话啊，喊话的内容就是皇军让我给你带个话。这个菲佐在社交网络上写道啊，说媒体报道了我与普京会晤的正式部分，随后我们进行了近1个小时的单独会谈。会谈中，我们首先聚焦乌克兰战争的问题。然后他说，普京总统告知了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阿拉斯加会谈进展情况以及结束这场军事冲突的前景。我从这次重要会谈中得出了一些结论和口信，我打算周五将这些转达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我想起了陈佩斯跟朱时茂演的这个小品，就是皇军让我给你带个话，普京让我给你带个话。好，这期节目啊，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